小姐，我们护送你先去酒店吧。哦，不用了，钥匙给我吧，我自己开就行了。这车好漂亮啊！是挺漂亮的。是啊。雪清是外号吗？你好，你好，我们好好相处吧。什么嘛，好幼稚的语言啊！是小朋友不小心点到的吧？跟我同天生日，到底是谁啊？哦，房东太太。之前跟你说过了吧，你的月租是7月中旬到期，尽快做决定。好。没想到我这么快就到了吧？这是你的车吗？什么时候买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拿签约金，用便宜的价格在朋友那儿买的。好棒啊！我因为没有钱，连房子都退了。你搬家了？嗯，我要搬到更便宜的地方去住。走吧，去兜风，心情会好一点。哎，顾十一。你知道哪个地方晚上可以打工吗？不行，我晚上还要找时间写剧本呢。对了，给我的。多喝水，少说话。哦。最近很困难吗？我突然想到，有一个朋友在咖啡厅工作，正在招工，要不去试试？真的吗？你的车技不怎么样。这个车的样子很特别，应该很贵吧？兰博基尼，400万左右。那维修费应该会很贵吧？哟，挺懂行的嘛。那你们的车上保险了吗？对不起，请问你是这部车的车主吗？我也不是，这是我跟我一个朋友借的。所以你们的车有没有保险啊？没有。这个是他昨天刚买的2手车。哦，所以说你们得自己赔喽。那不知道这个估价得多少呀？应该不少钱吧？嘿嘿。这个人怎么越说越兴奋，好像不是自己的车就不用负责任一样。那个，对不起，撞坏车是我的不对，但是我们真的只是学生，没有多少钱，能恳请你高抬贵手吗？是学生就不用负责任了吗？不是不用负责任，只是我们真的只是学生，所以希望你能跟车主沟通一下，减少一点点的赔偿金。好了，江淮，是我的错，估价单给我。现在不是耍帅的时候。
还请您高抬贵手。啊，这个嘛，还是等报价单出来之后咱们再谈吧。手机号给我。你的也给我一下吧。车是我撞的，联系我就好。啊，这个嘛，我是以防事后联系不上你。好。好了，很高兴认识你们。好帅啊！我也想开一次。喂，现在不是说这种事的时候吧？会有办法的。没心情喝了，走了。我叫江淮，我没有时间娱乐，也没有时间打扮，更没有时间谈恋爱，所以我一定会比其他人更能胜任这个工作的。你觉得呢？不错，还可以吧？还可以。恭喜你，你被录取了。谢谢店长，谢谢店长。我明天一定会准时到岗，会努力工作的，绝不迟到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很遗憾，米夫人，你已经确诊是癌症晚期，而且会扩散很快。就算是做手术，也非常容易复发。如果坚持动手术的话，我们也可以进行肿瘤切除，但是由于您的年龄，手术的风险真的非常大。我已经活得够久了，与其痛苦的治疗，不如舒服一点的活着，选择慢慢等死。无论什么样的选择，您自己的意愿最重要，我们都会配合协助。谢谢医生。不客气。那有什么问题，夫人，您再叫我。调查的怎么样了？惠夫人，雪姬小姐已经回国了。国内的住址还不知道吗？是的，我们查出来后会第一时间汇报给您。好了，你出去吧。我的生命只剩下6个月了，能救我的也只有你了，雪姬。您的咖啡，请慢用。谢谢谢谢。喂，你好。现在方便吗？关于赔偿款的事情，我想找你先聊一下。可是我现在正在工作，要不给你发个地址吧估价单出来了，20万。？20万？价格也不是我定的，我要还给车主呀。我需要跟我朋友商量一下。这样吧，我有个建议，想不想听一下？
好。请问你愿意做我的管家吗？管家？俗称就是女佣吗？哎呀，做我的管家也不会太累的，我就一个人，而且也不耽误你上学。如果你愿意做1年的话，维修费就一笔勾销啦。我呢，常年在国外，刚回国，对这边的情况也不了解，国内一个亲人都没有，跟有缘的人一起生活也挺好的。车祸也算是有缘人吗？不是啦，之前那种情况下呢，不太适合自我介绍。你好，江淮，我是李雪姬。你是那个在我空间留言的雪姬？那个生日跟我一模一样的雪姬？没错没错，那个是我注册的。可是你怎么会认识我啊？看样子你还不知道吧？我们的妈妈是朋友。什么？所以你们很早就认识啊？我好像没有什么太多的印象了吧，只隐约记得那个时候我迷路了，是他妈妈送我去的景区。哦，雪姬说给你打电话你没有接，你不会准备就这样一直躲债吧？我没有故意不接，只不过未接来电太多了，没有听到。我决定接受管家这个提议了，反正应该还可以，而且还能省掉房租，只是家务事变得多了而已。车是我撞的，我不想连累你。而且我是真的需要一个住的地方。好了好了，不说了，就这样吧啊。欢迎回国。晚上7点有一个慈善晚会，晚会时长2个小时。明天上午8点是公司内部的艺人推介会，大概推荐的艺人共有30名，所需时长1小时30分钟。紧接着上午10点钟会有。阿关，啊，把后面车甩掉。好的。继续。下午可能需要麻烦总裁去一下我们公司新投入出品的电影，是开机第1天，要为宣传做一下准备。晚上排掉。好的，总裁。没有私事。还是国内好。今天总裁看起来心情不错。是吗？可能是因为真的有什么值得让我开心的事情吧。顾十一，有人来找你。谁啊？是个女生，还很漂亮。要是交往的话，别被社长发现了。说我不在。什么？已经说你在了。走。你怎么来了？因为想你，所以就过来啦。我先走了啊。别走，还要一起训练。有话就说，我要进去了。过去的这1年，你知道我是怎么过来的吗？喂，很大一个电灯泡，我先进去了啊。怎么过是你的事情，你之前不是已经选择了吗？所以都结束了。我还没有结束，我后悔了。那我们可以重新再开始吗？你们一个个的都干嘛呢？在公司楼下拍连续剧啊？社长，社长，
我可不可以在你们公司试镜啊？想来试镜啊？唱歌？演戏？还是其他什么？你应该已经有经纪公司了吧？那个，稀里糊涂就签了。不管你想到我这儿来做什么啊，但是我希望你在你原来的地方好好做。是。好了，我们上去吧。不是说已经分手了吗？我让你现在不要谈恋爱，就是不希望你把精力浪费在其他的地方。好好练习，知道公司在你们身上投了多少钱吗？让诗一送你回去吧。如果以后因为我们的原因交通不方便的话，就打扰诗一吧。那谢谢你啦。我可没答应。雪姬，我先走了。诗一，你送雪姬回去哦。如果要去我家的话，给我打电话。好，回头见。证据应该是由你来想。这次回来，
你还好吗？还好。有什么特别异常的吗？应该有什么异常的吗？我回国之后可是第一时间被跟踪啊。所以你觉得是秦四跟踪你？不然你以为是谁？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仇家啊。难不成他是你在找的那个人？现在我还不太清楚。你住哪儿啊？可以住。不可以。开玩笑啦，早点休息。这个是童星出道的，之前演戏还拿过大奖，后来不演了，近期又开始活跃了。下一个。这个人是选秀出道的，唱歌跳舞都不错，尤其是高音部分的表现，在网络上的人气票选排行也是非常靠前的。下一个。这个是未出道的公司的新人，已经签了公司了。他是目前所有新人中我们比较看好的，唱歌跳舞架子鼓都很好，外形也好，好好培养的话，红起来的几率也是非常大的。下一个。等等。你刚说他叫什么名字？顾诗一。顾诗一。他是不是疯子？昨晚一直在说梦境什么的，他精神不正常。我跟你说，你离他远一点，他很危险。那么20万怎么办？诗一吗？诗一吗？还有，他就在我旁边。什么？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会跟他在一起啊？他之前不是说在他找到房子之前要先住在我这里吗？他说如果你有意见的话，拿出20万再说吧。喂，喂。不过，你真的跟他说过有关于梦境之类的话吗？虽然我没有什么权利可以说，但是你真的相信这些吗？真的呀，我又没有骗你，我只有真实案例的。那，你看这个，这个，还有这个。这个呢，说的是一个孩子有关于梦境的记忆。这个说的是亚洲其他国家有一个人通过梦境找到了自己的家人。这2件都是真实的案例呀。所以，你记忆里的人是诗一吗？
人，齐先生来看望您了。好久不见了。好久不见。你，你还是那么漂亮。所以你是说，你记忆里的人是世一吗？对呀。那在你的记忆里，世一和你是什么关系啊？不知道。希望这个可以由世一自己想起来。不过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搬过来了。这有什么好考虑的呀？我本来就没什么行李，所以就直接check out啦。我现在要出门打工了，这个是备份钥匙，如果你要出门的话，记得锁门哦。哎，饭呢？饭，那个我现在要出门打工了。那看来只能我自己出去买点吃的了。如果你饿的话，房间有泡面。你今天有什么事吗？我今天打算到处去看看房子。哦，对了，我要去跟兰博基尼的车主打声招呼。那就辛苦雪姬大人了，拜拜，拜拜。听说你要出去旅游？为什么不接受治疗？接不接受治疗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化疗的副作用很大，头发会掉光，牙齿会松动。我可不想那么丑陋的活着。我只希望你能活下来。会的，我会想办法活下去的。我会等你，我会等你回来，就像我从前承诺的一样，我会等你。下次可不可以做点别的什么菜呀？我每天吃这个泡面都吃腻了。是你说要吃泡面的呀？可是你每天在打工的地方可以吃好多好吃的呀。那也不是我的错。你房子找到了吗？房子呀，我已经找好了，1个月以后咱们就可以住进去了。什么？但是我们这1个星期之后就要空出来了，那中间的3个星期怎么办呀？我们现在要找马上可以住进去的地方。那你跟我一起住酒店呗。那行李怎么办呀？找个地方寄存呀。那也是需要花钱的呀。你回国打算做什么？读书？工作？反正我有计划，以后慢慢再告诉你吧。可你看起来好像根本没有啊。还有1个星期的时间准备行李的事儿，有的是时间，别太着急啊。你真乐观，真好。哦，对了，你看到手机未接来电了吗？我刚刚看好像有。看了。那个人的名字真的叫春山吗？好奇怪的名字啊。他是叫春山，是我以前的一个朋友。对了，你知道世一住哪儿吗？好像跟他的团员一起住。马上出道了，所以他现在很认真的在练习。他已经很顺利了，才刚刚进去不到8个月，已经马上就要出道了。那你觉得他能成功吗？这个我不清楚，但是他运气一直很好，就算不会大红，应该也不差。那我可得让他在大红之前赶快想起我才行，对吧？原来你是为了说这个啊！
嗨，诗怡。什么情况？学姐说她的房子要20天之后才能入住，所以只能住到你这儿了。为什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？因为实在是没有地方可以住了。唉，如果那20万还在的话，我们也不用住在这儿了啊。进来，脱鞋。哇，诗怡呀，你的房间也太干净了吧！下来。我说下来。好想一天花1万睡酒店的大床啊！你俩睡我的房间，我睡沙发上去。东西别乱碰。你们来为什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？雪姬说有地方住，我怎么知道要住在你这儿啊？为了还钱，拜托你先忍忍吧。反正你看好他，要是被社长发现，我就死定了。他怎么那么能给人添麻烦？其实我觉得雪姬挺好的，她每天都很开心，而且特别有勇气。每次想到什么事情都会去做。是吗？我怎么觉得他做事从来都是3心2意、半途而废，从来都没有计划和打算，疯疯癫癫的。你知道我最烦这种人。可是，雪姬她应该是富家小姐，就算搞砸了也没有关系吧？就希望这20天快点过去。我肚子饿了，想出去吃点东西，你们一起吗？可是2个小时前刚吃过啊！啊，我又饿了。哟，我说怎么不跟我们去打球呢？原来家里有客人呀！嗨，你们好，我是雪姬，我是顾诗怡的朋友。因为房子没有装修好，接下来20天要住在这里了，请大家多多关照。嘿，你好，太后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明泽。你好。什么时候变得那么懂事啦？哦，对了，我正好现在要去吃点东西，你们饿了吗？想吃什么？我给你们带回来。不吃。哈哈，雪姐，我说你也太大方了吧！欢迎你在这里住1年。我想吃炸鸡，吃炸鸡。我们都会帮他瞒着社长的。OK， 我想吃猪排，可以吗？OK， 没问题。好，我去给你们买回来，你们等着我啊，拜拜。住得好吗？挺好的。可我不好，他昨天居然叫我相公。真的吗？他总是喜欢说一些玩笑话，感觉什么都不像真心，也不知道是真的喜欢我，还是因为相信什么梦。你喜欢雪姬吗？怎么可能？那你为什么那么在乎他喜不喜欢你啊？这是什么啊？没什么，杂志，篮球。好吗？那我去睡觉了，晚安。怎么都是一些印度案例？
能相信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们俩够了啊！不是吧？别闹了！走错了吧？这还是咱们家吗？这是被哎，你抢劫们回来了了吗？怎么乱成这样？不是雪姬，我们家本来就挺小的，你这买这么多东西，放不下。雪姬，我跟你说过，住在这里不要乱占空间。可是，这些都是我给你们买的呀。你看、太后，我给你买的鞋。真的吗？限量的哦。还有给你的游戏机。不会吧？以后这种东西把家里堆满了，没事儿，不嫌多啊。这些真是太赞了，雪姬，我正经跟你说啊，你就是天使，你知道吗？天使。真的吗？真的送给我吗？不会要回去吗？我从来没有收过这么贵重的礼物。雪姬，你就一直住在这儿吧。这个游戏机怎么玩？好想试一试啊。这些东西呢，我都不会要回去的，你们慢慢玩啊。还有这些都是给你们的。哎，雪姬，你买这么多东西，不少钱吧？那你干嘛还住这儿啊？住这儿呢，是因为有一定要住在这的理由啊。噔噔。这什么？啊？是不是要组装？我给你准备的礼物。不用。
就看一下嘛啊！我是不会穿的。哎呀，我买都买了，说下吧。谢了。为什么他们是那些？我是这个。因为这个是全国限量的，嘿，这有2件，我自己画的。这个是我，这个是你，你1件，我1件。这个是我，这个是你。太丑了，我不穿。哪丑了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家里这么乱？你回来了，看我衣服，帅不帅？帽子，好不好看？啊？哎，我这个手表，打游戏超级好的。怎么这么多盒子？怎么这么乱啊？都是我打扫，都是我打扫，你们有没有良心啊？小点声，雪姬睡觉呢，不能吵到我的小天使啊。小天使？这才几天就成了你们的小天使了？哎，这个是给你的。啊。真的是我的号哎。嗯。好好看。还有这个。这个是给我的吗？这包闻起来都是钱的味道。还有吗？啊？都是。对，这都是。快递，快递，我去开门，我去开。快递吗？给我。什么东西啊？快打开啊！雪姬在吗？这什么？快递仓库？不知道。雪姬，有人找。你怎么来了？嘿嘿，这个是吃的吗？这个是蛋糕？上次说喜欢的蛋糕。雪姬，你怎么会住在这种地方？什么地方？穷困潦倒。什么？穷困潦倒？对我来说，这就是富丽堂皇。要不，给你买个房子住吧。不用了，来，快来吃蛋糕啊！来。莹莹觉得气氛不对啊，硝烟的味道。走，去，回房间去，走。哦，对了，你回国的事处理的怎么样了？啊，你说签新人的事吗？今天看了很多新人资料，还在选。你喜欢什么样类型啊？我呀，我喜欢个子高的，然后呢，穿衣服要好看，长得要帅。平时呢不太说话，看起来像个冰山，但实际性格超级可爱的人。幸好说长得帅，不然的话我还以为你说他呢。说什么呢？诗怡可帅了，好不好？雪姬，最近想出去玩吗？这几天天气还不错哦。
想跟我去旅游吗？想，有好多想去的地方呢。不过最近没时间，改天吧。谢谢你的蛋糕啊。雪姬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雪姬，我不能继续让你住在这里。如果你非要住在这里不可，那我也不走了。有难同当。随你的便吧。你怎么还不走啊？哼，当然不走，雪姬让我留下来的。没有多余的空位了，只有沙发可以睡。我不睡。我觉得我可能出现幻觉了，不然不会出现这么一幕吧？很难想象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原来我们试衣是这种风格啊！应该多拍几张照片。我去看电影，来不及拍了。来吧。唉，来很久了吗？没有。喝什么？橙汁吧。走。好喝吗？还不错。我尝一下。好喝。可这是我刚刚喝过的。我知道是你喝的，所以没关系。电影已经开始了，进去吧。谁是羊，谁是虎，现在还言之过早。如果各位大爷是强盗，难道就不怕我是强盗头？怎么不看电影啊？你比电影好看。刚才怎么笑得那么开心啊？因为我喜欢 Happy Ending 啊。每当电影里面有 Happy Ending 的时候，我就好像里面的主角一样，能够感同身受里面的幸福。虽然我离那种幸福很遥远，
但是我还是很开心啊。江淮，你是一个特别好的女孩子，一定会有人给你一个 happy ending。哎，你回来啦？嗯。他们呢？喝酒去了。哦，那你怎么不去呀？没有为什么，就是不想去。哦，对了，你吃晚饭了吗？没吃的话，我做蛋糕给你吃呀，刚刚学的。不用了，我不想以身试毒。哎，是什么？我还是很有自信的啊。不要考了，小区今天出了停电通知。哦，没事儿，在停电之前考完，然后咱们一起出去呗，嘿嘿。好啦，噔噔噔。诶，怎么好像跟书上不太一样？算了，我再重新做一个吧。你等一下。嗯。还不错。真的？嗯。这是我吃过最难吃的蛋糕。是吗？
给你3分钟睡着。还有2分钟。啊哦。有人敲门吗？我去看看。啊，快走！关门！关门！怎么了？怎么回事啊？你们俩怎么了？出大事儿了，肯定是民泽。昨天晚上在酒吧里，有人想泡他，他把人拒绝了，他嫌人胖。然后那个女的心宽体盘，一看来头就不小。现在上门寻仇来了。你还说我？昨天你喜欢那个姐姐，人后来男朋友不是来了吗？说不定是他呢，肯定是你泡人家妞惹到黑道了。到底什么情况呀？咱家门口有一群黑衣人。哎，要不咱们报警吧？就去了一次酒吧，不至于被人抓吧？没事啦，我去看看啊。雪姬小姐你好，李哲先生吩咐我们来帮你搬家。可是我也没那么多行李呀。您需要的东西我们已经帮您采购完，并且装好了。那等一下吧。雪姬，这原来是你朋友啊，吓死我了！这是哪国的公主啊？这不是一般有钱了吧？估计能买1万个我这样的吧？哪有那么贵？对呀，江淮怎么还不回来呀？你到底是谁？哦，你说门口那些人啊？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是一个富豪的养女呀。但是你梦里的我是谁的话，只能靠你自己想起来了。毕竟，这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过去。哎呀，我这么说好像有点复杂，大概意思呢就是，如果你想知道我是谁，你会知道的。又来了。进来吧。哇，这是我们的家啊，那么大的房子啊！那我先进去看看啊。嘿，家都搬得差不多了，你还特意过来一趟，很闲嘛？特地过来看看你啊。
进来吧。哇，这么大的房子，就我们2个人住吗？江淮，你的房间。我的房间这么大，我一个人的房间啊？对呀，喜欢吗？喜欢。不过，这么大的房子，那么多房间，都是我一个人打扫吗？对呀，之前咱们约定好了呀。果然世上没有免费的东西。这么大的房子，就算随便打扫一下，也要花上1上午的时间。我不是那么挑剔的人，我是客厅、厨房1周打扫个2回，然后那些其他不用的房间1周打扫1次，不许反悔哦。但是我在家的时候，你必须得给我做饭，我喜欢吃家里的饭。好，做，我做满汉全席给你吃。不过，这么大的房子，就我们2个人住吗？那些闲置的房间都空着吗？空着吧，说不定以后会有朋友要来住呢。我饿了，给我做饭吃。冰箱是空的。给我生活费。那随便买。正的。OK， 大家休息一下。好，谢谢。先回吧。来，谢谢。喝口水。我突然好想我的小天使。我看你是想他给你买的衣服了吧？其实有个人也偷偷在想，只是不承认罢了。你说这个人是不是他呀？喂，十一。啊，江淮，我充电器是不是被你带走了？没有啊，我自己有的。哎，真的在我这儿啊？那我明天路过你那儿，给你送过去好了。不，我现在自己去拿。可是我们现在在外面啊。在外面干嘛？回家。我现在必须。
反正不是这种。走了。哎，嘘，雪姬正在睡午觉呢。怎么刚刚还在外面，一会儿就睡着了？充电器呢？哦，我待会儿进去给你拿。哎，要不进去看一下，里面特别大，特别豪华。好。怎么睡地上？他好像就喜欢睡地上。啊，我等会儿就要去学校了，你的充电器在雪姬2楼的房间，你自己去拿。我走了。喂，妈妈。哎，我今天要去你那儿住一晚上，你把你的地址给我。哥哥家不能住吗？哎呀，你哥过2天要考试，我怕会影响到他。妈，我现在跟朋友住在一起，我得跟他商量。什么？有这么麻烦吗？那让我睡大街啊？我死在大街上，你也别管好了。妈，你别这样，我去问问我朋友。哎，喂，这死丫头！你挡到我了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刚到。你终于愿意主动来找我啦？我只是很困扰，做了一些奇怪的梦。我觉得就是因为你总跟我说那些。真的？你梦到我了？你梦到我什么了？那不重要吧？那只是梦而已。你很愿意活在梦的世界吗？你知道吗，江淮，我很羡慕你。为什么这样说呀？家里有钱，长得又漂亮的你，为什么会羡慕我？你不是从小就跟诗怡一起长大的吗？可以一起分享友情，然后相爱。这个人如果是我，该多好啊！我跟诗怡不是那种关系。可以互相依赖的关系也很不错呀。总之就是很羡慕你。我们之间就像家人一样存在。你最近很少跟诗怡见面吧？今天刚刚见过。那你下次可不可以带我一起去？我觉得以后你还是自己联系他吧。知道了，可是很失望，江淮，我以为你会帮我呢。陷入爱情的人，是不是总是变得那么自私啊？眼里好像只是看得到自己爱的人一样。
或许还是只有你是这样的人。不是这个女孩，是还有一位，因为都没有外出，最近一直都没有看到，所以没有办法拍到。等那个女孩回来以后，你拍了照片再送过来吧。没用的废物。夫人，您要找到那位女孩，大概是什么样子？她很特别，一眼就能认出她来。今天怎么想起来给我做这么多好吃的呀？因为我吃你的住你的，所以给你做这么多好吃的啊。哎，没事儿了，吃吧。雪姬，我想拜托你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啊？我觉得我没有任何立场跟你提这件事情，但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这一周，我妈妈能在这住一个晚上吗？你妈妈？因为哥哥那边有点事不能住了，所以不得已才跟我说的。我也特别不想跟你开口。你之前说，我妈妈跟你妈妈是朋友。啊，阿姨来住可以，但是呢，我希望以后不要再提起有关于我妈妈的事儿。我以后不会提了。哎，雪姬，你说，到底怎么样才算喜欢一个人呢？恋爱是件很难说的事儿。有时候喜欢上一个人，可能连你自己都不知道。有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就陷入爱情了。那你跟世一是因为梦境的原因，你才喜欢他的？吃饭吧。喂，陶德。我知道了，马上过去。去哪儿啊？饭都还没有吃完呢。对，吃饭。小姐，请坐。这么着急叫我过来，什么事儿啊？怎么说呢？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。好消息呢，小姐以后不用再参加任何露脸的活动了。慈善活动那边我已经帮你打理好了，记者那边呢也打过招呼了。我这次回国就是为了处理这事儿。那坏消息呢？坏消息是，李克尼死了，是车祸。警方介入调查了吗？所以你觉得是意外吗？现在还不确定，但是无论如何，你作为李克尼的妹妹，必须回到法国来处理这件事儿。有些人呐，就是贪心，还嫌自己得到的不够多，还要把手伸向更长的地方。还学得懂吗？努力学的话是能学懂的，不过感觉还是有点困难。那要不然，我们去喝杯咖啡吧。不懂的我可以教你。江淮，
这是……哦，阿英，我高中的校友。江淮，你现在是要回家吗？要不我们一起去喝杯咖啡吧？那天的事儿，不好意思啊。不好意思，我妈妈今天来了，我得先走了。啊，江淮，我走了，拜拜，明天见。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我可以替他跟你喝一杯咖啡。好啊，你跟江淮很熟是吗？哎呦，这房子可真好，没想到你住这么好的地方。这又不是我的房子，我也只能做些家务来抵房租的。哎呦，我看这房子这么大，空房间肯定很多吧？嗯，你住这么好的房子，你咋不把你哥叫来一起住呢？怎么能叫哥哥来住？我也是在这打工的，这是雪姬的房子。哎，你说叫雪姬的那个孩子去哪儿了？他出去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哎，那你说她真的是善爱的女儿吗？嗯，就是被领养到国外的那个。嗯，我问过了，他说他叫李雪姬。哎，领养的那家很有钱吧？嗯。哦，对了，我知道啊，她是善爱的女儿之后，把她妈妈的遗物都带过来了。遗物？哦，也就是些相框，还有一些相册什么的。哎，这是我和她妈妈上学时候照的照片，我都带过来了。哇，我看看，这是雪姬妈妈呀。是啊，和雪姬长得好像啊。是吗？嗯。你妈妈休息啦？哦，妈妈每次都睡得很早。嗯。这是妈妈拿来的东西，说是你妈留下的遗物，有照片。照片？嗯。啊，嗯，原来她那个时候长这样的呀，真好。果然，照片是回忆过去最好的方法呢。我们也照一张吧。算了吧。我们的认识也算是值得纪念嘛，就拍一张，就一张。好吧。来，1、2、3。哇哦，把它热一热。好。那我就走了。哎，雪姬呢？她还没起床呢。哼，是不是在国外长大的呀？这么没礼貌，长辈要走了也不出来送一下。雪姬，雪姬，我妈妈要走了。我妈妈说想跟你说声谢谢，打个招呼。你好呀，江淮妈妈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生活作息不太规律。哎呦，要不是你这么年轻，我还以为你是善爱呢。哎呦，你跟你妈妈长得太像了。你不知道啊，我跟你妈妈以前关系可好了。后来呀，听说你被领养了，我还一直担心，怕你顾不好呢。现在看来，你住这么好的地方，我也就放心啦。谢谢阿姨啊。那阿姨您慢走。哎，这孩子怎么这么没礼貌啊？跟他说话也带搭不理的，是不是有钱了瞧不起咱们啊？没有了，雪姬的性格就是这么随性的。没睡醒吧？妈，你理解理解，下次好好聊吧。啊，行，那我走了。
对了，江淮，我可能要出去一趟。我不在的时候呢，打扫卫生，不要偷懒啊。什么时候走啊？去哪儿？今天去法国，我哥哥去世了。啊？生病吗？还是事故啊？怎么会？据说是交通事故。哦，那什么时候回来啊？还不知道呢，得去了之后看看情况再说。哦，对了，我不在的时候呢，我有个朋友要过来，你就让他住在2楼的客房，帮我照顾他一下啊。朋友？就我之前跟你提起过那个春山。啊。哦。小姐，公司运转的还好吗？运转的很好，小姐的财产稳步增长。慈善晚宴那边的事情，我也已经帮您处理好了。之前小姐捐献的款项已经全部投入使用，他们希望能见到捐款人，对你表示感谢。我已经替您拒绝了。好，还有别的事儿吗？还有2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是关于李克尼的死。好，还有呢？还有什么事儿吗？其实李克尼的死是因为酒驾，并且呢，在尸检里检测出了安眠药的成分，所以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尚未确定。第二件呢？最近我发现有人一直在悄悄地用尽所有媒体的力量打听你的消息。是谁呀？这个目前还在调查之中，没有什么线索。对方应该是一个很显赫的人，所以抹掉了一切调查痕迹。见我一身太脏，很难擦的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可你死了，你不是应该比谁都清楚真相吗？他死了，属于他的财产都归你了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喜欢赌吗？因为他们一旦上了赌桌，赢了一点之后，就想要赢更多。可实际上，不管他们赢了再多，他们都不会收手的。回国以后，你说话真是越来越没有礼貌了。你说过让我不要招惹你，所以我没有再招惹过你。至于别人，你也要管吗？你以为你得到了这些就会满足了是吗？就会收手了是吗？我告诉你，你不会的。你得到了很多，就会想要更多，你就会把手伸向更长的地方，你永远都不会停下来的。也许你说的对，但愿你别把手伸到我这儿来，不然的话，我说过的一定都做到。
奇怪的号码，是诈骗电话吗？切！喂？喂，是江淮吗？干嘛挂我电话呀？我是江淮没错，可你是谁啊？我说今天要来的，可是你家里没人。啊，你是春山先生是吗？是，你快点回来吧。行，我现在马上就回去。我可能要15分钟之后才能到家，你能在门口先等我一下吗？好吧，快点啊。好，我现在马上回去啊。对不起，我今天打了一天工，所以你打电话的时候刚刚结束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好吧，算原谅你了，走吧。你的房间在2楼，我平时出去的早，回来的晚。哦，这附近没有什么吃的，如果你想要吃饭的话，就自己去买点菜做吧。哦，对了，雪姬说她把她的车钥匙放到你的房间桌子上了，你要是出去的话就开。好。终于想起来找我啦！听说你哥哥去世了，想给你发个消息安慰你一下，但现在看来，好像没有那个必要了。啊，我还好，我不难过。所以失去亲人这种事情你都不难？明明喜欢，就是别扭。喜欢就说喜欢啊，哪有人喜欢人还这么冷冰冰的？也是公司的董事，还没打过招呼吧？你们现在能站在这里，都是因为林董事。你们好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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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
顾十一是吧？表现很好，让人过目不忘。谢谢。看你们刚刚聊得那么开心，是在说什么有趣的事情吗？啊，在说顾十一喜欢的女孩。哎，你们三个啊，马上就要出道了，还不好好练习？说了不准谈恋爱，不准谈恋爱，连想都不行。公司花了那么多钱培养你们，你们想想，你们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谈恋爱的吗？对得起父母吗？对得起公司吗？对得起我吗？对得起我们林董事吗？对不起社长，对不起林总。没有关系的，练习生也是人，未来的艺人也是人嘛，有自己的生活是没有关系的，只要不影响工作就好。有自己喜欢的女孩子也是很正常的事情，有机会我们可以认识一下。那我先走了，你们好好练习。林董姐，你们三个，太后，快扶住我！又怎么了你？我陷入了爱河，站不稳了。陷入爱河？不行不行，林董这么美，还这么善解人意，我要让他夸我。我也得让他夸我，夸我，夸我，我。科尼出车祸去世了，在他生前，我最疼爱他，跟他的关系也最好。据他的律师说，他的遗嘱上面写着由我来继承遗产，这一点大家没有异议吧？
阿姨今天走了吗？哦，是的。啊，你刚和雪洁联系上了吗？我为什么要联系她呀？出道的日子决定了吗？还没有，应该是在春天或者秋天之间吧。记得给我送签名 CD、演唱会的门票，以及所有家属能够体验的优惠。没问题。啊，我最近发生了很多事，你听了可能会吓到。是因为雪姬吗？所以过得很累。其实反而倒相反，雪姬对我很好，遇到她我很开心，房子也住得很舒服。喂，啊，阿英，有什么事吗？我在。什么？你也在附近吗？不行，我现在有朋友，是你不认识的朋友，你过来不太方便，我们以后再谈吧。好，拜拜拜拜。早跟你说不要联系他了吗？我没有啊，要不是因为你，他怎么会找我啊？江淮，天哪，原来你也在这儿啊！连顾诗意也在。你刚才电话里不是这么说的呀？你一个人吗？没有啊，和朋友啊，而且是你很要好的学长。你们现在很熟吗？他就经常问我要不要一起看电影啊。那你们先好好玩吧，我们先走了，拜拜。他们以前有在一起过吗？这种事情我也不太清楚了，不过两个人的关系好像很近，听说他们最近还有同居。同居？江淮不是说她从来没有找过男朋友吗？怎么就同居了？好像是因为家里条件不好吧，就搬过去跟3个男生一起住了。哎呀，我本来答应过要帮助他了，结果他宁愿跟男生一起住，也不愿意过来跟我住，也不知道怎么想的。哎呀，这种事儿不要放在心上了。兴许他搬过去是跟别的男生一起住，有另外喜欢的男生呢。你可千万不要跟他提，是我告诉你的。不要不开心了，走，我们看电影。你干嘛？谁惹你了？失恋了。有一个人，我觉得他就是我人生中的煞星，不管我在哪，他也在那儿。你朋友啊？不是。以前是吧？我在哪个学校，他也在哪个学校，我喜欢的男生也喜欢他了。前几天他还跟我说他羡慕我，搞笑吗？就因为羡慕我，所以要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抢走吗？再说了，我有什么好羡慕的？我又没有钱，家庭环境又不好，还没有谈过恋爱。可能是他自己觉得比你优秀，但你比较幸运吧？应该是吧。不对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你是在变相贬低我吗？没有，幸运也是有原因的，对不对？你比较可爱。你这话说的真棒！我现在去多换几套衣服，让自己变得更可爱。学姐怎么啦？喂，什么情况呀？我不是说让你把家好好打扫一下吗？怎么我这2天不回去更乱了？哎呀，不是啦。我就是找个东西啦。你干嘛开视频啊？
我知道你看不到，所以给你看看这边的美景呀。你也在故意气我吗？你知道我多想去外面玩啊！好啦，下次带你一起去。气你？还有谁也气你啊？春山吗？你跟他相处的不开心吗？也不至于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要告诉春山吗？他说你一直不接他电话。再过2、3天就回去吧。哎，为什么你们朋友都跟你一样，无所事事，整天待在家里？反正你尽可能快点回来吧。我知道了，拜拜。不是说无聊吗？来这种地方玩岂不是更无聊？不无聊啊，之前就一直想来看看，正好趁这次回去之前有空。你不觉得很神奇吗？这些薄薄的断层居然有数千年的历史了。你看看它就知道它有几年的历史吗？不，听说每次做学术研究的时候，这个断层啊都会年轻几十年，因为以前科技不发达，所以以前的人总是会高估他们的年龄。你所看到的数千年，可能只有几百年而已哦。那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只知道，和他们相比，人类的生命显得特别短暂。我就是来看这个的。如果你能活1000年的话，你想做什么呢？环游世界啊，火山口、海底、太空，我都蛮想去的。唉，只怪现在工作太忙，要盖一个新的酒窖。如果能活1000年的话，很多酒都会成为传奇。你会一辈子只爱一个人吗？现在有太多的人，连一辈子只爱一个人都做不到，何况是1000年。珊珊，能再见到你真好。走吧。夫人，没错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赶快给我办回国手续吧。什么？现在回国？太危险了，夫人。现在出去的话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，随时都会倒下。我说我要回国，不管怎样，没理由不按照我的意思去办吧。还有，多花点钱，给我找一个嘴巴紧的看护过来。另外到医院去多领点止疼药，那东西对我们这些活不了几天的癌症病人来说，还是能起点作用的。怎么了？要不要喝点热水呀？雪姬，你觉得活着幸福吗？怎么我一回来你就愁眉苦脸的？
我觉得活得好辛苦啊。喝这么多酒，喝醉了？你有没有想过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啊？有什么梦想，或者做什么事情？你有那么多钱，所以不管做什么学什么都可以吧？可是我并没有成功的想法啊，而且我跟你的生活环境跟经历也不一样。你是说，像我这样的凡人，是理解不了你那种世界的？啊，也是。你那么多钱，即使一辈子吃喝玩乐也没有关系的。没关系啊。但其实，一辈子什么也不做，像个废人一样生活是一种选择，努力生活呢，也是一种选择。你没有成功的欲望，也是。你拥有所有东西，所以连成功也觉得没有关系。怎么才能见我呢？简单，你不是粉丝吗？给你偶像多花点钱啊。好，那我投资这家公司可以吧？不要开玩笑了好吗？请你出去。麻烦你把这张名片交给你们公司可以谈投资的人，就说是艾丽莎委托的。等一下，我去跟社长报告一下。哎，学姐，你说什么？什么投资啊？啊，我之前不是说想开一家经纪公司吗？就当是投资啦。啊，没头没尾的说什么呢？是个叫艾丽莎的年轻女孩。这是美国一家很大的投资公司啊。哎，你好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是英华娱乐公司。因为有位叫艾丽莎的小姐说有投资我公司的意愿，啊，我想打电话确认一下。艾丽莎小姐，你好，你好。久仰，久仰，久仰。您这边请。慢点啊。你们是不是有个叫顾世一的男孩要出道了呀？哦，原来您对他们那个组合感兴趣啊？不是呀，我只对顾世一一个人感兴趣。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儿，我们继续谈项目合作的事情吧。艾丽莎小姐，我以后可以经常见到顾世一了吧？实在不好意思。去法国的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？处理完了。哦，对了，我还去了一趟大峡谷。
觉得在那么漫长的时间里留下来的东西格外珍贵。故事一：如果你能活得跟他们一样久，如果你能活上1000年的话，你想做什么呀？我不想活那么久，独自一个人活在世上，应该会觉得很孤独吧。但如果与爱的人，其实只要在一起1天，也抵得过孤独的上千年吧。雪姬，你看，好漂亮。南山，如果你能活上1000年的话，你想做什么呀？我不想活那么久。